開始。飛。冇瑕疵演出係一個。你講。我頭先入後台之前4個字。第一個字。醒。金。金。拉。狗。跑。狗。跑。來選。金馬。馬。影帝。今日影帝，今日影后。今日影后。一個。 9分半鐘。幾個字啊？3個字。拉鏈。攞嘢。銀包。錢。俾錢。第三個字俾。第三個字錢。攞。錢。銀包。銀紙。銀包。洋幣。真係㗎。你早啲攞出嚟嘛？係啊，你做落去啊，又唔攞。仲有1分鐘。唔知道幾時俾人包。飛。今次就揀咗廣東歌，希望帶多啲 party 俾觀眾同埋評判。幾個字？2個字。對手。大。皇冠。廣東歌一定會落力嘅。官。官。第一個字係王，第一個字係官，第二個字係王，第二個字係王。咩王啊？我都唱咗。帝王。飛王。飛王。李王。咩王？咩王啊？係嘛？最王。歐王。遲啲都唔得。都好似咁。李王。一個扮手，一個扮隻。你講10秒。2個字。第一集開始啦，我又睇到尾嘅。球。波。月球。球。第二隻球。仲有10秒。咩球啊？皮球。足球。籃球。排球。羽毛球。踢球。3、傳球。 2。幾多個我哋3、4個。咩啊？3個4啊？幾多個？英皇。金馬影后。洋幣。人民幣。4個。係啊，4個。喺度啦。我一個都講唔俾人出嚟。佢應人民幣啦。